Hello， 大家好，我係 Carrie 李若凡，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對日元嘅睇法。早排咧，我哋曾經覺得日元咧有機會向上咧，因為估計日本央行應該會加息。咁但係咧，最近我哋留意到美金對日元不但只係突破咗呢個150嘅關口，甚至乎咧升穿埋155嘅。咁日元轉弱嘅嗰個轉捩點啦，主要嚟自於日本嘅新首相高市早苗比較意外地當選咗之後，因為佢比較推崇嘅就係寬鬆嘅財政同埋貨幣政策，所以大家都覺得佢嘅上任有機會令到日本央行需要推遲翻個加息嘅時間嘅，咁所以個日元咧都係明顯咁樣回落。至於話佢上任咗之後咧，我哋亦都留意到市場估計日本央行12月加息嘅可能性係不足50%嘅。咁另外亦都比較關鍵嘅係喺呢個155左右嘅水平咧，我哋亦都未見到話日本政府非常之積極地想要進行干預。咁佢哋都係以出口術為主嘅暫時。咁至於話出口術咧，都分幾個階級嘅。咁暫時我哋見到佢哋所講嘅説話啦，最主要係譬如講緊密切關注翻個匯市，同埋覺得日元嘅嗰個波動比較單向。咁呢啲其實屬於係第2級別嘅一個口頭干預，算係比較低嘅一個級別。而離開呢個真正嘅實質干預咧，都仲係有一段嘅距離，值得去密切關注翻。除咗睇下佢哋出口術到底屬於邊一個級別，去判斷翻幾時先會實質干預之外，我哋亦都有2個指標咧，值得去關注嘅。譬如講緊美金對日元到底喺1個月之內上升咗幾多？因為舊年咧，無論係4月或者7月，日本政府干預嘅時候咧，1個月之內美金對日元咧都係上升咗5至到6%，而近排呢1個月咧，其實講緊只係升3.6%，未算係太大嘅一個幅度，所以咧就未必話觸及呢一個干預嘅。咁第2個指標嘅話就係個美金對日元1個月嘅波動率啦。咁啊，如果話舊年4月同埋7月嘅話，個波動率咧都係去到10% 樓上，但係近排咧只係9% 樓下，亦都不足以觸發呢一個干預嘅。咁如果既然唔干預嘅話，美金對日元咧就有個風險啦，突破呢個155，進一步上試156到到157嘅。咁除此之外啦，我哋見到嘅就係美國同埋日本嗰個息差咧係重新抹闊，都對個日元帶嚟比較大嘅一個下行壓力嘅。咁點解美金嘅嗰個息口咧會係有向上嘅走勢啦？主要因為最近咧聯儲局嘅官員發表嘅言論就比較鷹派少少，令到大家覺得12月份都未必急住要去到減息嘅。咁嚟緊我哋都覺得的確聯儲局減息嘅空間唔算太大。至於日本央行啦，如果佢哋12月或者1月加咗息之後咧，都未必咁容易進一步去上調個利率，變相咧日本同埋美國嗰個息差咧，可能唔會有太多收窄嘅空間。即係話，即使日本政府干預，令到日元係未必去到呢個159、160嘅低位，但係要上升，要逆轉佢嗰個弱勢咧，困難都比較大。由技術層面去睇咧，我哋亦都留意到美金對日元要跌穿多個關口咧，先有機會重新進入一個下行嘅軌道嘅。而所謂關口最近嘅話咧，就係151.3啦，下一個就係心理關口150，再落嚟咧就係146，咁再落嚟咧仲有140到142呢一個區間嘅。咁簡單啲嚟講，日元走弱嘅風險，短線嚟講係比較大啲。咁啊，要重新升翻咧，難度都係非常之大嘅。咁今日對日元嘅分享就到呢度為止啦。下一期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喺美金有機會轉強嘅情況底下，到底有邊隻貨幣仲值得期待？敬請期待。